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互咱伫大港节期的第一主日，做伙来敬拜上帝。大港节是对主后第4世纪开始的，一开始信徒应用40天的时间，通过灵修、禁食、祈祷，来陪伴家己的心，迎接圣子救主耶稣的诞生。一直到主后第7世纪的时，开始对40天变做4个礼拜。相反是通过灵修、禁食、祈祷，来陪伴家己的心，迎接救主诞生。所以大港节期就是对12月25往前算4个主日、4个礼拜。所以今仔日11月29，就是今年大港节期的第一主日。伫大港节第时，教会拢会布置嘛会有真特别的象征意义。传统上，咱拢会用紫色或者是青蓝色，亲像咱头前即块布，也是讲咱的戴降节的蜡烛用紫色。不过迄个点到第一支蜡烛的光是代表愿望，伊的色字就是代表欢会甲反省的意思，就是要提醒咱人拢是罪人，咱不配调起上帝，需要认罪悔改。人要为着家己的罪忧伤痛悔，来期待上帝拯救。所以，当咱在准备庆祝圣诞节之前，就应该先领受上帝赦免的恩典。这时，咱就做伙来祈祷。是阮听阮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。当阮抑阁软弱无完全的时，你就愿意救赎阮。通过主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互阮每一个人会当得到拯救。主伫大港节期的时，阮特别将家己带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会当用悔改的心，互阮的生命得到更新改变，来迎接救主圣子降生伫阮的生命中。主，阮将今仔日的礼拜对头到尾交伫你的手，恳求信心帮助阮，无论听的、讲的，拢得到利益。阮的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伫大港节期的第一主日，牧师要带大家做伙来看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的主角，就是行洗礼约翰。大家可能会感觉真奇怪，行洗礼约翰应该毋是出现伫圣诞节的名单中啊，主角的名单中。今仔日圣经讲，伊住伫旷野，伊穿鹿同门的衫，伊食草莓啊，搁甲刷牙蜜。若是用现代话来讲，伊是一位清醒奇怪、搁特立独行的人。讲较白，伊就是一个怪人。各位，为什么行洗礼约翰会出现伫大港节期中呢？这是因为伊所传讲的信息真简单，搁清楚。伊大声喊话讲：“恁着悔改，因为天国得要实现啊！”伫耶稣要来之前，伊伫旷野大声话：“爱受得主的道路，就是这位行洗礼约翰。”结果呢，这款行为奇怪的传道方式，竟然互迄个有犹太历史传统的信仰团体复兴起来。因开始经历一种信仰生命的更新。真侪人来到伊遐，拢承认家己的罪，甲接受洗礼。兄弟姊妹，伫主耶稣还未开始伊的传道的事工以前，就已经有信仰生命的更新啊！而且这毋是伫圣殿内，也毋是伫圣城耶路撒冷，是伫旷野。今仔日牧师要通过这段圣经节，要分3个阶段，甲大家做伙来思考，如何伫大港节期中用悔改的心，
来陪伴家己，迎接圣囝救主的诞生。第一个就是悔改信息。今仔日咱看到圣经的第20节讲，恁着悔改，因为天国得要实现啦。这句话虽然是真简单的一句话，却讲出行洗礼约翰所传讲的信息中心。咱常常拢讲，行洗礼约翰是在传悔改洗礼，就是对这节圣经再来的。行洗礼约翰已经非常清楚地宣告，人爱悔改，因为这是上帝赦免拯救的时刻。圣经一再予咱一个真重要的中心信息，是讲人着悔改，才会当看到上帝救恩。兄弟姊妹，上帝救恩毋是靠买卖，也毋是用咱受洗礼的年资长也是短，或者是家庭信仰传承的背景来得到的。所以台语有俗语讲：一代清，二代明，三代无无明，第四代安那？你请我无用啊！或者是讲上帝有囝无孙，所以这个拢甲上帝救恩得到上帝救恩是无关系。独独会当互上帝用伊的怜悯，互救恩临到伫人的心周围，就是咱每一个人悔改的心。行洗礼约翰伊呼吁当时的人，恁着悔改，因为天国得要实现啦。伫遮所讲的悔改，就是心智改换一新，心思意念更新。但是咱要注意的，伫遮所讲的心智改换一新，是有一个真重要的目标，就是人要归向上帝，互上帝加做咱的生命的主宰。第二，悔改是啥物？咱看圣经第3节，安尼记载，这个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伫讲的，有写伫旷野的话，要为主准备道路，为伊修直小路。马太福音的作者，伊特别安尼写，伊要直接指出，行洗礼约翰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迄个人。其他2本的福音书，无论是马可还是路加，因的作者拢无直接指出行洗礼约翰有即款的角色。但是马太福音的作者，伊真清楚，伊要来提醒当时的犹太人爱注意，已经真久无听到的先知的信息，现在搁一摆出现啦。大家爱注意来听先知的话，爱注意来看先知的行动甲工作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爱知先知以赛亚伊所传讲的信息，原本是对国家已经灭亡、受掠到伫外国的巴比伦的这以色列百姓讲的，是在安慰因、鼓励因，毋通失去仰望甲信心。因为上帝拯救就要临到。马太福音的作者认为，行洗礼约翰就是亲像以赛亚所讲的迄个人相款，伊要传出上帝安慰伊百姓的信息。兄弟姊妹，所以整个行洗礼约翰的工作的中心，就是爱人来悔改。咱看到当时有侪人来找伊，就是因为承认家己的罪，这点上介重要，也会当讲行洗礼约翰的工作是成功的。人上大的问题，就是无愿意承认家己的罪，甚至一再要想办法来
压砍家己的罪。遮个人愿意承认家己的罪，就表示行洗礼约翰所传讲的，是真正有感动因、刺察因的心，互因知家己所犯的过失。所以行洗礼约翰所传的是悔改的信息。安尼，什么是悔改？悔改也就是承认家己的罪，克服经历内在生命的更新甲改变。牧师捌读过一本册，伊的名叫做《福音作为悲剧、喜剧和童话》。这本册内容大概意思是讲，福音要先听到歹消息，然后搁再听到好消息。最后，竟然伫收未到的时，就发生亲像童话般的奇妙新迹。也就是讲，福音是记载人类失败的悲剧，也就是歹消息。人伫失败中，互上帝全然赦免甲拯救的喜剧，也就是好消息。以及人类伫上帝慈爱怜悯中，生命来改变更新，亲像童话情节一般的奇妙美好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敬畏上帝、领受福音，上大的记号就是悔改。敬畏上帝、领受福音，上大的记号就是悔改。主耶稣在传福音一开始，伊就讲：时机到啊，上帝主权得要实现啦，要悔改、信福音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一位敬畏上帝的人，上大的记号就是悔改。牧师为着要互大家做伙来思考悔改是啥物，我找到教会历史中有几句谈论悔改的名言，咱做伙来看。第一个是美国出名的报道家穆迪伊讲，悔改就是180度的向后转，意思就是讲，你进前所行的方向，爱行你即马开始，你要完全行颠倒摆的方向。第二是互人称作牧师中的牧师的穆安德烈伊讲，一个人了解佮体验伊的本性，一无可取，而且佮发现家己无能为力了后，才会有真实的悔改。第三，20世纪中国出名的报道家宋尚杰讲，上学得认罪悔改的是牧师、长老、执事以及教会属灵领袖。第四，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讲，认罪悔改是得救的开始。第五，德国玛利亚福音姐妹会院长施宁讲，悔改上大的脱爱是致意。还有一句话讲，悔改是为着陪伴咱来到上帝面前，上界真实的一条路。这句话是我讲的。兄弟姊妹，悔改的相反词就是致意，抓家己做基。当一个人自我感觉良好的时，伊佮甲别人相比，佮感觉家己抑佮算袂歹，这个时阵就毋是悔改的状态。所以悔改是为着陪伴咱来到上帝面前，上界真实的一条路。请咱继续看今仔日的圣经节第70到第90记载。当时的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也来到行洗礼约翰的面前。行洗礼约翰责备因讲，真实的悔改是要结出果子的。
各位兄弟姊妹，当一个人掠家己做记的人，并无认为伊有啥物需要改变的事，就袂结出悔改的果子。安尼，悔改是啥物？怎样才会有真实的悔改？各位兄弟姊妹，牧师伫遮要邀请大家目睭闭起，咱目睭闭起，做伙来想。本求信心引带咱进入咱的内心世界，伫安静中来听上帝对咱所讲至微细的声音。迄个伫咱的生命中标示着任何人、任何人拢禁止进入的所在，也就是咱的内心上深的所在。只有咱家己知的所在。牧师邀请主耶稣甲咱同在，进入你我的软弱见笑中，同时也拍开咱的心门，安静听咱家己的情绪。当负面情绪常常发生的时，咱就问咱家己：为什么我常常会生气？为什么我常常拢是看到别人的毋好？为什么我常常感受到人看我无？等等这的，是毋是显出我的信仰可能倒位出问题？亲爱兄弟姊妹，牧师邀请咱带着咱真实的情绪甲情感，来到上帝面前，安静家己，静静来修，静静来修，愿上帝帮助咱。好，咱目睭闭紧，咱要继续来讲第三，悔改爱有行动。兄弟姊妹，请咱注意，悔改是需要有行动的改变，若无就毋是悔改，只是懊恼。亲像圣经第7节到第8节讲，约翰看到真济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嘛来领洗礼，就对因讲：恁遮的毒蛇，啥物人警告恁，闪避上帝得要发的生气，就用行为证明恁有悔改。这是假设的约翰对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的责备，真可笑。直到主耶稣来到因的中间的时阵，因抑佫犹原看无。当耶稣的时代，还佫有真济律师的例，亲像路加福音18章第8节到14节，耶稣所讲法利赛人甲抽象的伫圣殿中祈祷的譬如，圣经安尼描写：法利赛人看家己做义人，佫看轻别人。徛停停，家己祈祷讲：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也无亲像其他的人，恐吓取财，不义勤乱，嘛无亲像迄个抽象的，我一礼拜禁食2遍，佮奉献全部收入的1/10。毋过，迄个抽象的，徛伫远远的所在，连抬头看天拢毋敢。只是对兄讲：上帝啊，怜悯我这个有罪的人。还佫有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32节，龙主的故事。当龙主细汉囝，伊醒悟，伊就起来，转到老爸面前，对老爸讲：阿爸，
我有得罪天，也嘛得罪你。我已经无资格做你的囝。当细汉囝认罪悔改了后，伊深深体会到的是家己不配，搁食做囝儿。但是住伫厝内的大囝，伊却也无享受到做大囝的欢喜。当小弟平安返到厝，大囝非常生气，无要入去。伊的老爸就出来甲伊考劝，伊就应伊的老爸讲：“你想看觅咧？我做奴才服侍你遮侪年，毋捌违背你的命令。你连一只山羊仔囝拢毋捌互我甲朋友做伙欢喜。毋过你即个囝，将你所有的财产开了，伊一转来，你就为伊杀迄个肥的牛仔囝。”另外，《路加福音》第7章36节到50节，一个法利赛人西门，伊邀请耶稣来到伊的厝做人客。一个有罪妇人人带着一罐香油，伊用目屎替耶稣洗脚，搁抹香油。主人西门看伫眼内，心内真无爽快。耶稣知，伊就对西门讲：“西门，你有看到即个妇人人无？我入你的厝，你无用水互我洗脚，毋过伊用目屎滴淡我的脚，搁用头毛甲我拭互干。我入你的厝，你无甲我浸，毋过我入来了后，伊直直浸我的脚。我入你的厝。你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毋过伊用香油抹我的脚。所以我甲你讲，伊疼较济，表示伊真济罪过已经有得到赦免，得到赦免较少，疼就少。这就是咱常常所讲的爱大。赦免也大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掠家己做基的人所体会到的疼，往往不如遐个罪过得到赦免恩典的大。所以，当人愿意认罪悔改时，体会到的恩典大，感激也会大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悔改是为着陪伴咱来到上帝面前上界真实的一条路。请问，你有相款的感受吗？大家有阿门吗？咱也要来问咱家己：我有看见家己爱悔改的所在吗？牧师阁一摆邀请咱在座每一位，拢再阁一摆安静咱的心。咱同款嘛是目睭闭起，咱用一点仔时间来想这个问题：咱有看见家己爱悔改的所在吗？咱有看见家己爱悔改的所在吗？伫这圣诞节期布置真水的礼拜当中，要受到悔改，确实毋是遐尔啊容易的事。对伫遐个家己认为已经伫上帝厝内的人，有时确实渐渐袂记得，咱犹原是需要悔改的人。只要咱捌受到家己是毋是有一个浪子悔改的心，会常常对主讲：“阿爸，我有得罪天，嘛有得罪你，我已经无资格做你的囝儿。”只要咱会当真正认罪悔改，就会当重新领受上帝赦罪的恩典。各位姊妹、兄弟。
咱目睭会当爬金。伫这大港节期的第一主日，也是要爱帮助咱陪伴家己的心的时刻。伫遮牧师上帝无派一位清查特别、行为奇怪、亲像假洗礼约翰的人来到咱的中间。今仔日牧师也无打扮亲像假洗礼约翰的款式，但是牧师要伫大港节期的第一主日来提醒咱，用悔改的心来陪伴主的道路，让主耶稣基督进入咱的心，互咱转到上帝面前归向上帝。牧师捌看过一个圣诞节的剧本，剧本的内容在描写有一群的少年人，因非常的欢喜，兴高采烈在举行圣诞庆祝会时，突然就听到有人在拍门。招待人员听到就去开门，开门一看，一个青云人徛伫外口，伊就问讲：“请问你是啥物人？甲你的名互我知。”迄个人就回答讲：“我的名叫做耶稣。”招待人员伊就看伊手中的名单了后，就讲：“啊，歹势咧！阮无邀请你，因为阮的名单中无人叫做耶稣。”就出力把门关起来，拒绝耶稣将伊关伫门外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主耶稣来到世间，是来到一个受到济人拒绝的所在。伊还未出世之前，就已经互人安尼对待啊！各位，安尼你咧，我咧，假使还阁有机会，咱是毋是愿意拍开咱的心门，接纳主耶稣进入咱的心中？咱是毋是愿意拍开咱的心门？接纳主耶稣进入到咱心中迄个黑暗的角落，也是咱有缘看到耶稣，拍一个招呼，搁寒暄几句，搁祝伊圣诞快乐。然后伫咱的心门要关起来进前，咱对耶稣讲：“耶稣，歹势啦，我的心内无房间。”互你点伫我的心中，兄弟姊妹，伫咱的大港节期中，是毋是有悔改这个部分？若是有，安尼假设咧约翰今仔日就是对咱的性命的讲话，也就是讲，用悔改的心。陪伴主的道路，迎接圣诞。最后，牧师要邀请大家，搁一摆邀请大家，嘛是目睭闭起，安静咱的心，将咱的手放伫咱的心的所在，互咱有一段悔改的安静冥想，目睭闭起。先安静，邀请信心来提醒咱，有啥物是咱需要悔改的？再阁想看卖有关结果子的部分，恳求信心引带咱，互咱伫即个时阵会当想到一个人。是毋是你应该爱对伊较好的迄个人？先主动伸出关心的手，好好面对这个时阵，信心将伊放伫你心中的迄个人。因为马太福音第5章23节到24节，主耶稣讲：
你伫这段要献礼物的时，若受到你的兄弟也是姊妹对你有不满，就将礼物放下伫这段前，先去甲伊和好，然后才来献礼物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悔改，是互上帝欢喜感纳的礼物。这就是悔改所结的果子，也是咱今年所会当献互上帝上好的礼物。你有想要安尼做吗？愿信心帮助咱，将这感动放伫咱的心内，咱继续为着这是信心，将伊放伫你心内迄个人来祈祷。咱求上帝，互咱有机会来甲伊和好。咱求上帝帮助咱。最后，伫大港节期的第一主日，当咱伫开始准备圣诞节的庆祝活动之前，先毋通互家己受无用。悔改才是咱上重要的备办。只是牧师要邀请大家，会当做伙用祈祷的心，咱要甲主讲。听完的主上帝，阮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拢愿意献上悔改的果子互你。愿你感纳，也求信心加替阮开力，伫生活中结出下伫悔改的果子，来迎接圣诞。愿阮所祈祷的，互主欢喜。大家做伙讲，阿门。